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4月14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新闻头期先来关心来自中国的李金秀引发立委资格争议，而且最近伊真侪言论甲行为也是互因民众党是真不满。昨党内中评会是认定这个李金秀严重影响到党务，决议即时开除李金秀的党籍。这个不分区立委的这个会应该刷落来，会由成大教授柯中信来接。我们非常明快、果决的一致性认为，李珍秀委员必须予以除名的处分，而且是即日起生效。民众党立委李金秀涉嫌风波直直探，中评会13下晡开会，决定把李金秀开除党籍，即时生效。民众党指出，因为李金秀真侪言论甲行为影响党的名誉，破坏民众党和谐，佮加上连续违规，甚至佮要求若准是不分区的立委，就要摕到特定金额的补偿，严重损害到国家公职伦理。他认为应该要有人要付出代价，他才愿意离开这个职务。这件事情可能是他的文化上面的水土不服，或者他对立委职权的不了解。这件事情是在不管是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接受的事情。即日起就生效，所以李珍秀委员呢，他就不是本党的党员了。那关于后续这些立委职务相关的，我们就是会依照今天中评会的评议的结果，后续的行政作业我们会继续的来进行。您都不会提任何法律上的诉讼吗？目前不回答任何假设性的问题。李金秀离开中评会时，并无加讲开会过程，干那讲会尊重党的决议。暗时7点，伊是伫个面册发表声明，讲唔甘伤害民众党，也佮有前党主席郭文哲会接受中评会除名的处分，而且未提出诉讼，也是仲裁。不过，伊也讲4月17迄天是高一方面互党要求伫个总结选了后公开宣布是立委。伊也讲家己唔是用实质来交换利益，而且一仙都无摕，终其尾伊的立场拢无变。我们希望他能够继续跟我们站在一起，而不要转身跟撒旦为伍，更不要跟魔鬼共舞。所谓的上台靠机会，下台靠智慧。李金秀已经无民众党的党籍，所以也失去不分区立委的资格。后一个接手的是前台联立委柯中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第10会了后，中国国台办是宣布10项对台的措施。咱的国安局就警示，这可能是中国伫要来介入咱年底的地方选举。因为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英强调，呼吁政府应该是爱来回应中国的善意。不过，咱的行政院长杜英台是批评讲，中国大概拢反起反倒，颠倒是伤害到咱的产业。第10会了后，中国国台办宣布10项涉台的做法，包含观光旅游、农渔产品，也有两岸交流，才引发关心。严格国安局13警示，逐摆拄到台湾选举要到，中共就提出各类涉台的做法，恐惊加速中共介入选举的工具。推动相关的一个两岸的交流或经贸的交往，主要可能还是要跟中央政府来做接触，那这样政府才可以做相关的评估、规划跟推动相关的一个交流，那而不是透过这种政党交流来私相授受。蔡委员强调，中共甲在野党交往有3层的目的，战略上强调北京甲台海的核甲舰有主导权，政治层面是要甲台湾引导到一种结构的政治设定；经济上要弱化台湾甲全球飞航供应链的合作，增加台湾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因若中方涉台的做法包含支持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因陆委会是讲牵涉金门厦门空隙停台问题。金门上义机场跟厦门跟那个翔安机场是非常的近，好，几乎空域是可以重叠的。我们希望说在安全上面，这个才是我们主要的考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是指示真紧来组成工作小组，完成落实中方涉台做法甲对接的单位。严格行政院长杜英台批评涉台10项做法是中国美丽幻想甲白话话。既然大陆表示善意，那么台湾的政府应该用善意来回应。至于接下来如何能够落实，当然有很多细节需要双方做沟通。国民党也可以作为桥梁，用同样的礼盒送来送去已经好几次了，可是每一次它重要的时候就把它收回去，所以对我国的农产、渔产及各行各业都深受其害。总统府是强调，中方若真正有诚意，应该甲咱政府主管机关协商，这是两岸未来发展会更健康、有特殊进行的上好方法。记者综合报道。
总统府宣布，总统赖清德会伫咧4月22到26带团去访问咱的友邦斯瓦蒂尼。这是赖清德上任以来头一届出访非洲，也是任内第2届出访。这届行程是会直接飞去到斯瓦蒂尼，未经过任何的国家，而且为了安全，嘛未飞过中东地区。咱国家非洲友邦斯瓦蒂尼王国建国进入58周年，拄着4月4月下旬会举办国王登基40周年，甲58岁华诞等一系列庆祝活动。总统赖清德确定会伫4月22到26亲自带团访问苏国。赖总统也期许这一趟能够达成3个共荣的目标。第一个是安全共荣，第二个共荣是经济共荣。史瓦蒂尼是台湾在非洲重要的友邦，除了有稳定的投资环境，有优秀的人才，也是非南关税同盟以及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成员。这摆出访以大事同庆、联手共行为主题，代表两国伫历史重要的时刻，同齐庆祝，继续联手深化合作。这也是赖总统就任了后第2摆出访行程，佮希望达到安全共赢、经济共赢、社会共赢3个共赢目标。大事建国58年，双边贸易伫经济合作协定。ECA 架构之下稳定发展，两国去年高单的贸易总额是839万2484块美金。台湾主要输出工业制品、民生必需品加生产设备，进口项目以农产品是大件。外交部强调，这摆出访是直飞无过境其他国家，为了安全，便未飞过中东地区。这是直飞了哈，所以没有过境哈。那这次访团是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的原则。这次我们没有邀朝野立委哈。访团成员包括总统府秘书长潘bình安、外交部长林佳龙、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经济部处长江文石、国安会副秘书长李文加总统府发言人桂安辉。另外，外界关注参加庆典活动，敢是有机会甲其他国家元首见面。外交部表示，自然有机会，一定会有所意见交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全台湾各地同款是多云好天，正烧热。过到山区游玩要注意，有可能会落阵雨。今仔日各地高温大约是29至32度这么高，在南部较外山区的所在，可能会热到超过36度。气象署也有针对台南、高雄、甲屏东来发布高温的警示，提醒观众朋友要注意预防着霜。明仔载有一波微弱的锋面通过，在北部、东北部就会热啊转凉，嘛会较到落雨。因为其他的所在也是正好天、正烧热。另外，咱来看白沙屯妈祖进香，伫咧12暗时起价，目前是已经行去到台中的大都，继续往彰化冲，按算16要行去到云林北港。因为即届白沙屯妈祖去进香，交通部是整合台铁、高铁甲公路的运输，一天就所运超过12万斤次。也因为这天气上热，人搁济，有一寡县仲是行到一半，人无爽快，赶紧就医。白沙屯妈祖銮轿13早起来到台中大甲市区，随真紧就来到镇南宫庙埕。三进三出了后，銮轿直接自驾镇南宫。因若即摆白沙屯妈祖銮轿顶面，除了每年拢会出门的白沙屯妈祖甲山边妈祖，也头一摆加入路子马。三尊妈祖来到镇南宫甲大家妈相会，也是头一摆出现四尊妈祖相会场面，互信众是真欢喜。庙方讲，这款的基言拢是依照妈祖的旨意。至少今年可能是我们第一次三尊妈祖一起进香，然后再加上大甲镇南宫就会有所谓的四妈会这种说法。我们还在期待啦，比如说今天晚上会住在哪里，明天中午又会在哪里休息。其实这个都会让大家有很多的想法。粉红色的妈祖銮轿下晡2点起驾了后，搁再入南。庙方讲，今年香灯卡报名人数超过46万人，是历年来上多。交通部也整合台铁、公路甲高铁全力来进行疏运的作业，一天成功疏运超过12万人次，比去年加将近5成。台铁为主，然后加开接驳公车，然后高铁为辅的方式去做一个整体的疏运。香灯卡一路随行，周一天天气好，气温真悬，有人出现身体无爽快送病院的情况。随行的救护团队统计，2天内已经有大约30人送病院。昨天晚上是比较多
因为可能睡眠不足，所以导致他有头晕，然后肢体无力的状况。然后一直到今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热中暑、热急症的状况。救护团队讲，无爽快症状大部分是着山甲人的痕。至于讲的气温拢真悬，提醒休停卡爱注意补充水分以外，若体力挡袂调，爱赶紧休困，也是坐车莫硬颈。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卫福部处长曾金雄宣布，对今年5月开始，全台湾所有医学中心都会陆续来整合电子病历系统，互患者看医就医愈方便。再来看《中国时报》，卫福部中药师已告修正草案，头一间针对掺伫咧食室内底药材，定出逐日的用量甲调试的规定。若是成分超过一定的量，就要当作药品来管理。落尾是《自由时报》，中东战火影响到物价，行政院主计长陈淑珠表示讲，若要压制物价，大约需要1292亿的经费，会当编特别预算，也是直接追加预算。不过，即马就卡伫咧总预算，根本就也未通过。咱继续来关心这美国甲伊朗的谈判破局，敢会影响到咱台湾原油的供应咧？中油是表示讲，咱的油船已经行红海这边的万德海峡5月初就会送到台湾。那物价部分，央行也表示讲，那是规年的油价平均计数有到一桶100块美金，就会调悬 CPI。央行嘛维持汇率的稳定，避免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美国伊朗谈判破裂，美国总统川普呛声，美国海军随封锁荷姆兹海峡，禁止所有船只进入，国内油品供应敢是受冲击。4月份这一船已经装了，现在在航行从曼德海峡过程中，应该是在5月初了，后面3艘就每个月一船。只是荷姆兹海峡一方13布兰特原油高登到每桶100块美金以上，因为油价大起，航空业陆续宣布减班。新宇航空调整5月曼谷、欧这边起点航线部分航班，国泰航空取消占总数大约2%的客运航班。中央航评估航班调整需求，后手随时调整。华航检视市场需求甲油价成本变动，做航班调度规划。经济部表示，国际油价大起，估计中油逐个月吸收大约90亿。不管它涨多少，我们就继续动涨。我就问你 ，yes no 就这样。我们每个礼拜检讨，每个月来检讨，因为这个油气的价格变动得非常的剧烈。中东战事影响石油甲相关产品供应继续起，有立委建议政府比照南韩发放高油价支援金，每人发放1万的补助，减轻物价当作起的负担。主计长陈淑珠强调，爱先为短期稳定物价等措施来做。央行是预估国际油价起推升台湾 CPI 年增率上修0.17个百分点，来到1.8%。也不过，那几年国际油价均价相关高每桶100块美金，会个上修 CPI。出口竞争力一向不是我们关切的最主要的重点。是。那我们看的是整体对物价的影响。最近进场调节是在于要控制输入性的通膨，而不是在于出口的竞争优势。针对 CPI， 主计长陈淑珠表示，会观察4月变化，5月各重新评估 CPI。央行强调，那新台币变薄，会有导致数字性通膨几率。央行会维持汇率稳定，适时正常调节。记者综合报道。这中东的局势也是影响到咱台股波动真大。昨开盘了后，先落上8点，再个抢关反红，落尾是收伫咧35457点，创下新高纪录。另外，伫咧国安基金的例会也强调，对1月12国安基金退场了后，这台股加权指数是起4890点，台股看来目前是无负面的影响，因会个继续来关注国内外情势。美谈判无达成协议，国际局势伫这1月内底个变动，13大股出现多空交战。开盘了后，马上落车，达到盘中上期35261点，了后震动行悬，几摆并行，盘中有起摇落，最后起39点，35457点收盘，创史上上悬收盘价。电子款达到台积电开价1985块，盘中行价1975块，收伫1990块。美国跟伊朗的这个谈判。因为谈了21个小时就破裂了，那所以多少造成一些市场上比较不安的心态。
不过，日经指数收计伫56502点，咱421点。韩国综合国际指数收伫5808点，落0.86%。专家分析，市场主要惊吓情绪集中伫对美以谈判不确定性。不过，台湾因为总体经济数据硬薄，真正经就市贵公司营收个成长基本面加强，降低冲击。AI 的一个趋势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在基本面的一个角度去切入，在趋势的一个角度去切入，这 AI 股票都还是非常强。基本面原则上应该不至于被战争的变数所带来的这个影响所改变。台积电第一季发税会第4月16日，国际金融机构法人农户正面评价，上调2026年获利预估。国发会主导的国发基金，作为台积电单一上大股东，持股态度也受到关注。出短期没有释出的计划，你的成本是多少？应该现在如果加上配股配息，应该是几乎零成本。13亿保管基金也开第一季例会，财政部指出，保管基金净收益是代表80.54亿，无实现资本利率12.73亿。国强调，为1月12日开始，保管基金退场了后，台股加权指数已经起4890点，对股市无负面影响。外界关心中东变局影响，表示继续关注国内外经济情势，第一步影响金融市场稳定的原则下，会照规定审慎操作，适时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伊朗谈判破局了后，美国总统川普是宣布，美军已经正式启动对荷姆兹海峡的军事封锁，禁止任何船只出入伊朗的港口，而且佮大额表态，讲袂互伊朗甲世界各国来卡油。也毋过，英国甲法国这个北约国家是无该支持，拒绝参与封锁行动。另外，伫咧伊朗的首都，也有侪民众上街头示威反对美国。美国甲伊朗伫伊斯兰马巴德的谈判并无共识。美国总统 Trump 虽宣布，美军伫台湾时间8日暗时10点对荷姆兹海峡展开军事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会拿查所有出入伊朗港口的船只，尤其是针对甲伊朗纳非法过路费的船。Trump 强调，这项行动是为着反击伊朗对全球能源命脉的控制。We can't let a country blackmail or extort.The world, because that's what they're doing. They're really blackmailing the worl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面对美军的封锁，伊朗官方威胁会针对波斯湾邻国的港口进行报复。德黑兰街头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数千人的国旗画出反美国的口号。有民众回顾过去40多天的战争，认为 Trump 真侪届化被崩人的电厂也是基础设备，也毋过落尾拢无影，所以对这届的封锁令嘛感觉破破啊尔。اینکه مثلا میخواد بیاد خیلی از نیروگاه‌های ما رو بزنه، زیرساخت‌های ما رو بزنه، خیلی چیزای عجیب غریبی گفت میخواد بیاد جزیره ما رو بگیره، ولی هیچ کدوم از وعده‌هاش محقق نشد. اینم یه وعده مثل وعده‌های دیگه‌اش همش تو خالیه. 虽然美国态度强硬，也毋过盟友并无徛共阵。英国甲法国已经表示袂参与封锁行动，强调必须爱伫国际法的架构之下展开航道。联合国也提出警告，荷姆兹海峡断站已经严重影响到化学肥料的出口，也佮有全球粮食安全。也毋过因为原油的计售将意外落到1桶100块美金以下，美国三大指数也有起，反映市场也是希望外交的谈判会当出现机会。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讲到这，美国甲伊朗对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上关战级的谈判，说是无共识，宣布破局。分析家就讲，因为这双方所提出的立场实在差伤济啊，完全料想会到这款的结果。也有专家认为讲，这谈判的破局，就是因为以色列去空袭黎巴嫩，才会吵袂来。连续2天1点钟的马拉松谈判，最后成做个人讲个人的，无欢喜散场。We need to see an affirmative commitment that they will not seek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ill not seek the tools that would enable them to quickly achieve a nuclear weapon. 根据美国《时代》杂志报道，除了解除伊朗提炼农所有的领域，美国更要求伊朗裁军马上开放荷姆兹海峡，可停止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等等中东地区和西方国家列为恐怖组织团体。伊朗是要求美方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佮解除对伊朗其他制裁，佮维护和平使用核能的权利，甲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时代》杂志引用美国总统川普话指出，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所提出的部分条件。دو سه موضوع مهم خب دیدگاه‌ها فاصله داشت و
نهایتاً منجر به توافق نشد این گفتگوها. 4.10分析认为，甲立场强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比起来，副总统范斯是更加用和伊朗关系对话窗口，所以这摆会談由范斯來帶頭。There's still actually 10 days are left deadline for the ceasefire, and during that period, we expect a lot of back channel activity to bring them back to the track. 4.12指出，有啥物款的突破性成果，对范斯參選2018年大選是一個大利多，所以就算川普公開為范斯外交能力掛保證，4.12有關認為，未來這段期間的事態發展關係范斯政治前途。特別美國甲伊朗至少表明釋出戦期的時陣，以色列繼續勉強黎巴嫩，到伊朗的美國學者認為，以色列就是來亂的。And when it comes to the recent rounds of negotiations, the Israelis have opposed it, and they are the ones who have been pushing for the zero enrichment red line, precisely because they knew the Iranians would never agree to it and it would lead to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公司新聞持家人朋友。鏡頭換來看泰國，泰國即陣等來過傳統的新年，也就是人哋講的潑水節，家家戶戶攏會潑水來消災解厄，祈求好運，世界攏佇咧慶祝。毋過講即個時陣，包含着清邁這個所在，卻也面臨着嚴重的空污，當局是趕緊想盡辦法要來改善。咱做回來看公司國際記者李強的報道。第熱天，泰國工人掛吹暗工作。每年為2月到4月左右，泰國緬甸寮國攏有農民進行傳統火警燒農地。不過因為清邁甲泰國北部地區攏是山區，加上市民佇抗旱時陣會發生火災，種種因素，讓這個地區空氣污染是真嚴重。So actually, normally you can see the view of the mountain very clearly. But when the smoke season, you cannot see nothing. 近期泰国北部跟清迈出现严重的空气污染，不止 PM2.5 的指数相当高，甚至让清迈在上个礼拜一度成为全世界空气污染最差的城市之一。然而，这些严重的空气污染不止影响了清迈的市容，甚至也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相当严重的影响。My body gets itchy. I got some skin rash sometimes. My eyes and my nose are very dry. But I also have many of my friends that when they sneeze, they have blood coming out from them. 泰國政府在2015年提出零焚燒政策應對，清邁大學環境科學研究中心也長期推動這議題，輔助政府和民間的合作。Zero burning policy means no one can burn during the restricted duration, because we can see the hotspots, the active fire hotspots happen during the zero burn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We think that we should come up with the new measure like we should allow them to burn sometimes. 透過各方協調，泰國政策轉變，禁止甲自主申請兩個政策攏有。Ask the people to register first. And then we use the forecasting system in advance, like 7 days, 5 days. But we have to know exactly where is the location, what types of crops they are burning, and how large the area is. 無法度完全禁止，就愛共存。按照找到社會平衡，對泰國政府來講，挑戰是真大。公司國際記者泰國報道。國際有啥物要緊帶，帶大家做回來看世界。咱的友邦帛琉的總統惠素蓮表示，中國要直接要求帛琉就要放棄對台灣的外交承認，不過伊強調帛琉袂予外人來決定因的友邦。羅歐雙方佇咧因東正教嘅國外假期停火，不過烏克蘭的警方指出，有羅西亞的無人機說是佇咧頓內刺客地區來發動攻擊，造成一個人死亡。日本鹿兒島的櫻島火山閣再爆發，這是4個月來第2屆爆發。大量的火山灰是侵到幾公里外高空。勞動部宣布，上緊今年就要開始引進印度移工，不過這說是引起民間對治安的質疑。佇咧公共政策網絡平台來提案停止引進印度移工，是已經有超過3萬人來呼籲。勞
劳动部长洪胜汉是搁再强调讲，会关注社会各界意见，而且这企业的需求甲印度的执行方案，这两项前提拢得要符合，唔才会来引进印度移工。若无就唔免考虑到底敢要引进，而且嘛无时间表的问题。另外，咱阁来看到行政院推动家庭请外籍使用人的新制度，对4月13开始实施。只要厝内面有12岁以下囡仔，就会当来申请。不过，就有劳工团体认为讲，除非因兜是趁真济，才会愿意一个月开3万来请外籍使用人，而且这也会造成咱台湾的劳工有竞争的压力。这劳动部是表示讲，会阁加强媒合，确保咱台湾劳工的权益。为减轻家庭压力，让劳动者会当安心留伫职场工作，行政院确定外籍家庭使用人13实施，开放全台大约144万户，符合资格的家庭拢会当申请。实际数媒，厝内有12岁以下儿童，佮同时投入职场的妈妈，对政策拢有无共的看法。平日跟小朋友相处的时间就是3个小时，我有需要为了这3个小时去申请1个月，我自己要付出2万多到3万块的支出的这样子的帮佣嘛，我其实觉得这样子其实算起来蛮不划算的，因为我一定要赚更高，我才有办法去支付，就是我想要多负担一个人来帮我照顾小孩这个费用，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有压力。自从新制公布了后，已经有不少中人甲家长打电话问劳动部，过头一日申请状况，也有待统计才对外公布。过外籍家庭使用人新制，只要出来有一个12岁以下儿童，拢会当骗过。虽然会当减轻照顾者的照顾压力，过敢是会当将照顾进行外包化，也要注意。教育相关的一个体系，有人应该提供给家长一些正确的观念，让他们知道什么样才是好的品质的亲子照顾的方法。民间团体认为，开放外籍家庭使用人，除了照顾囡仔，也可能会帮忙家事服务，这拢可能冲击国内原本从事托育家事服务的劳动者，像高龄妇女，也是二度就业的人士。放宽这个家庭帮佣，它其实就是来走这个公共托育的这个回头路，它一定会对于本国籍的这个劳工有一定的就业市场的一个冲击。强化托育跟家事服务的媒合，会提供就业与技能的协助。劳动部表示，聘用外籍家庭使用人的雇佣成本大约是29000块以上。劳团认为，恐惊只有高薪家庭会申请一般劳工加受薪的家庭，申请意愿无悬，工作家庭冰小的困境，恐惊也是真歹解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的寿山有100外山洞，其中有4个山洞是当年11月拢会开放，予大家去参观。即阵就文书工作者指出讲，其中上界出名的即个成城洞内底种子石，那就互人偷记。这石壁顶悬，阁有人偷刻字，破坏甲真严重。因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是讲，迄拢已经是过去受到破坏的，有可能是矿物质氧化变色，才会造成这款的误解。治安全部拍开无一定的电火，伫孙守官的带领下，豆豆行入高雄寿山正出名的石灰岩洞、成城洞，内面世界拢会当看到真如石石笋的地形景观，不止个要真侪隐过，因为无人管理，互偷记、偷喷漆刻字的群者。有文书工作者讲，以前来看无遮尼严重，伊12过来看到袂少大红刻字的群者，敢若是新的。后段的部分有看到有那个写字被人家涂鸦，有是新的痕迹的，是有被涂鸦写名字啦，像到此有这种的字样，就感觉他们就是没有公德心啊。对啊，天然的东西应该让它自然保留下去嘛。专工来看石灰岩洞的民众，看到内面刻字刻甲乱糟糟，嘛感觉真唔通。针对这个成城洞，阁有人来挑工破坏。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讲，洞内刻字甲头记真如石，拢是主管处100年设立进前就发生的。因除了委托高雄师范大学用影像记录去比对，是毋是有增加人为破坏？就当外口有监视器，冇安排保测总队甲巡守员伫咧山顶做巡视。各个洞穴串联成一个路线，这样，那总共有5条。那这些洞穴巡守员的话，基本上每一位都要来服勤，所以我们就是总共有63位，是会去巡那个洞穴里面有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啊？那会不会有一些自然的生态啊？例如说，有没有看到蛇，
或者是洞穴有小雨蛙。主管处表示，只要查到违规破坏，上悬罚3000。有民众建议，去市的军车甲抹个白，伫咧无开工的时，甲洞口扎起来，避免有人走入去作乱。主管处强调，安尼颠倒会互石灰岩受到更较大的伤害，敢若会当单机家己豆豆提起。另外，甲洞口扎起来会影响到石洞的生态，目前并无按算安尼做。记者国家组柯兆勇、郭永昌报道。伫咧台东猪本有一笪超过200公顷的猪本湿地，原定才有真侪郊外来者西拖，毋过为着要解决附近这产地淹水的问题，县府有进行排水的整治。就有环保团体发现讲，整治了后，这溪水拢无法度排入去湿地内底，惊这湿地自然会消失去。那县府是表示讲，有可能是有土石塌掉咧，会赶紧来改善。台东猪本的巴沙巴干溪，自水头的巴沙巴干部落流去猪本海沙埔的出海口，伫海沙埔形成猪本南仔地。每一年落大雨甲风台季节，大量的水就会甲附近的田淹去。当地做事人要求整治，县府去年争取到经费，起补花抑个贴安文土角，毋过当地环团发现补花变悬了后，水无要阁经过猪本南仔地，烦恼这生态污染去。他现在用堤防把它围起来啊，所以水根本不可能往湿地那边去啊。县府讲规划施工的时阵，原本水是会经过南仔地，但是水利署建议唔好去影响到南仔地的自然生态，即会甲水引起到北边流去大海，嘛保留一个出水口，雨水会使流去南仔地，但是可能对顶悬流落来土石伤多，甲规个出水口炸掉咧，所以水无法度入去南仔地，这会阁检讨。原则上，它在出海口那边本来是没口状态，然后现在有打开，就是解决长久以来那边淹水的问题。那因为那边有水也供给湿地的部分，原则上我们有分流给湿地。环团讲超过200公顷的猪本南仔地，每一年拢发生火灾，已经造成生物生存的压力。即马为着减灾来做整治，这南仔地颠倒无水，可能会造成更较大的问题。好，县府就要赶紧调整施工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新园乡公所最近修整大排两边边的树仔，说是对这树尾规个甲错掉，有民众就怀疑讲这会去影响到树仔的健康，甚至是害这树仔死去。这乡长是强调，因咧修整拢按照规定。相片看到屏东县新园乡义仁路5帮大排路边人行道的雨伞树，原本发了介好势，但是最近去互修整，树黄无去啊，树尾拢互加光光。环保团体接到民众陈情，质疑修整了伤过头，甲前后相片搭伫社群网站顶悬，引起两边无共意见的网友讨论。电线无地下化啦，无地下化，伊这发足紧的啦。足紧的哦，你电线不是咧拢会卡掉啦，你连路顶都拢炸掉啊！环保团体进一步指出，因为过度修整可能会去造成树仔受伤、空碎严重、豆豆烂去、种甲倒去的风险，颠倒更较无安全。而且因认为乡公所和地方政府无按照林保署的修正责任落去做，希望乡公所会当加强评估甲监督机制，避免同款的情形搁发生。基本上它就是修剪过度嘛，然后其实它已经变成有点破坏，因为那伤口都太大了。不管屏东县政府或是这个林园乡公所都没有去建立一个比较依照正确的规范去制定这样。结果掉下来，掉了满地都是啊！那个小一篮的那个纸就是硬邦邦的，所以那个骑机车也是很危险，骑脚踏车也是很危险。用路人的安全、乡亲的安全。对此，乡公所回应，这摆修整是公共安全考量。2年前山道于风台来，新园就因为雨伞树倒去跌着电线，造成新园5房停电要1礼拜的状况。乡公所表示，修整是经过会勘了后决定，以降低树仔关度为主。目前新的艺又开始咧发啦，因一切拢按照规定行。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来看云林县溪查偷掠头排废水的这个情形，这环保局表示讲，包含设施敢有运作、流出去的水质敢有符合标准、厂房敢有暗供等等。今年2月到当时已经掠到24件，总金额也已经开到超过59万。牌子在哪里？环保局稽查人员来到抽布场，一个比对现场环境设施甲标示的证明。另外一边，伫遐内囤真侪乌土，业者为着要清除这乌土，家己买设备装来使用，却无事先进行变更的作业，已经违反相关的规定。你们买的时候怎么没有进去变更？因为你们土里面没有这一台，也是违反规定呢。这一台才刚装好。今天我们来查，你就是多了那一台。
跟你的图上是没有的，是不一样的。云林县环保局表示，为着要守护县内河川的水质，环保局对今年2月开始执行假日专案稽查，要严防业者利用假日期间偷排废水，针对废水的设施、放流的水质、甲疏失暗管来偷排废水等进行稽查。对2月到今已经查到24间厝的违规。目前为止已查获了24家次违规案件，裁处金额也累计高达了59万元。那针对违规业者，我们除了限期改善外，也会列为后续追踪辅导改善名单。环保局嘛讲，过去捌接到袂少真情，有挑拨业者利用假日也是落雨天，偷偷甲无处理的废水进行放流，这个地点拢已经列做稽查的重点，千万唔通伤空芳。如果需要废水无经过合法处理，用其他无经过许可的方式扣供偷排，会面对真悬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由金兰豆由第4代生种的业者家己创办的康普茶，标出甲食品改日期，也去互卫生局甲食药署查到有过期的原料成品等等，拢总有47项，325公斤重。专案审后，这位业者甲伊的看守是分别以100万甲30万块交保。时间：中华民国15年4月10号，封存食品及二氧化碳2瓶。卫生局人员甲封条搭伫涂骹的物件，详细一个看，毋若利用化团，铁桶干那要一箱一箱原料，保存期限差不多拢过期咯。太久了吧？我觉得它是重复成本的，没有了解。对。稽查人员甲工厂工作人员详细核对资料，尾也算出来有47项，总计325.67公斤的原料，半成品甲成品拢甲封起来。立刻勒令业者停止制造贩售。全案目前已交检方深入侦办中。经过修正了后，涉案食品公司用新管啊装具茶的方式指示员工加3种330%的铝管啊空破茶，加管啊底后期标示解冻消了后定印延长保存期限，再加过期的铝管啊茶水，第2摆加工，佮加入其他过期原料，做成另外4种风味的茶水，才佮卖出去。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中性被告、林姓被告涉犯刑法诈欺及食品安全卫生法等罪嫌，罪嫌重大，分别以100万元、30万元交保。因卖这乌心过期空普茶4种业者，原来是金兰豆油家族第4代，退出金兰经营团队了后，自创品牌好滚好准空普茶，也办2摆得到世界银牌，却是涉嫌篡改食品后期，加使用这个过期的原料。这种过期的饮品，其实它容易受到环境中的微生污染，常见微生物包括金黄色花球菌、大肠杆菌等等，担心会有食物中毒的风险。医师警示，食过期食品可能有着病的风险。也若食品公司到1个月进前无回应，敢伫官方的网站发出公告，讲已经确认内部流程控管疏失，无达到本公司遵循的品质标准，并且开始予人退货退钱咯。记者综合报道。戏癌是10大癌症死因排伫咧第1名，一档有上万人因戏癌来过身。虽然健保署已经将戏癌的用药钛铬砂列入给付，不过部分患者是无符合资格，每个月都要自费开10万块来用这项药啊。即马健保署回应讲，已经来建议要放定相关的规定。就是这款第3代血癌的标靶药啊，钛铬砂会当治疗 EGFR 基因突变微小的细胞癌，而且临床实验证实会当让患者的寿命延长10个月到1冬。虽然健保已经把钛铬砂纳入补助，不过嘛有一寡患者无符合补助的条件，爱自费用药啊，每个月药钱就要10万块。有一寡患者甚至到中国买药啊，药价敢若台湾的1/3。东南亚地区第一线它格里手就已经有纳入各个国家的健保给付，但是它呢，给付的价钱就价差很大。在中国大陆相对比台湾便宜，大概只有7/3的价钱。医师就表示，去年2025年台湾药啊买卖排行第1名，就是血癌的药啊。钛铬砂去年买卖金额有56亿，目前健保补助的适应症是晚期血癌 EGFR 基因突变的患者，无需要脑转移证明。不过研究指出，第1期、第2期早期的血癌患者，在咧手术甲瘤切掉了后，用钛铬砂来辅助治疗，病情会当得到真好的控制。所以呼吁健保署会当把这个补助的条件放零。长
厂商是在3月底的时候有来送扩增给付方案，那目前我们正在执行这个医疗科技评估。健保署强调，目前药厂已经提出申请，会针对药品的效果、在务冲击等等进行医疗的科技评估 （HTA）。等待完成评估了后，就会举行专家的审查会议。若是专家一致拢同意放令，会交付健保署共同来会议讨论，会搁合法合规赶紧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基隆港去年这国际游船的旅客有超过90万人次，不过这游客落船了后，大部分拢是走去湘北咧佚佗，而留伫基隆的大部分拢是船员。所以即马基隆市府是甲目标锁定伫这个国的船员，试办要发200块的抵用券给船员，希望会当来推动基隆的观光。13开始，基隆商店观光巴士会兴兴在好天气打造透明的玻璃天窗。即马开始，每天3、4班，串联嘉宾渔港、海科馆、北斗车头顶基隆有名景点，等下会经过庙口夜市锁定观光客。一支票包含厕所费，大票500块。不用那么麻烦，自己去找车去那么多的景点。刚刚找车有觉得麻烦？我们打不到公车，所以要 taxi。 I think is drive around here is really quite good view。只有一艘双层观光巴士的话，没有办法真正形成一个有效循环的路线，所以这个部分未来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再增加我们的运量。那邮轮旅客来这个优惠，去年到基隆港的邮轮旅客将近8万，按过大部分旅客落船拢去湘北观光，在地点头观察，很多都是邮轮顶管船员。在课工期间，在地消费更较济。基隆市政府锁定船员做观光推手，发200块现金抵用券，吸引邮轮船员加入基隆，各分享体验给船顶的游客。船员的话，他们对于新鲜的事物尝试度会比较高，比较舍得花钱。比一般的外国游客还舍得花钱。船员朋友的话，来我们的摊商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至少会有3倍以上的业绩。市府表示，邮轮船员友善计划初步锁定，无港是基隆的邮轮公司的海船员，未来搁看情形是不是扩大对象，因为为争取更较侪观光客来基隆，这礼拜会邀请马来西亚旅游工会申请坐商店观光巴士。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草屯的马路溪社区大学，伫咧教人做纸雕艺术，而且这学期嘛打算要互这学员用纸雕来做出一本小盖草屯在地好食面册。你看这个他们的芝麻全部用手剪哦。小盖社区大学学员的作品，无论是烧饼还是虾仁饭，看起来真好食，食的拢是在地好料的，而且拢是用纸刻加出来。社区大学把纸雕艺术结合咱草屯在地文史，用在地美食做主题，上会当引起大人的注意。那来草屯，感觉讲唔知要草屯有啥好食，才讲袂出来。咱干脆就是来做一本啊，讲拿来草屯，你会使去隐藏版的小吃，你来使去食安尼。拆一个面线，拆一个肠啊啦，还是讲一个猪脚，一个脯啊，然后因才家己分配，讲阮即摆要开始要安怎做，什么人做什么安尼。学员讨论甲真认真，望大家作品拢会当呈现出在地好料、好食的感觉。社区大学嘛打算讲，甲这个作品合作出版做细本的册谱啊，会当甲纸雕和好料的结合，做报道文学传出去。我们希望呢能够延续我们草屯的手工艺的文化，所以我们呢就将我们的纸雕的作品那做成一个专辑，然后呢希望可以推动我们草屯在地的那个手工艺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来做一本册的时阵，我认为大学生啊拢有机会，就是大家做伙来创作这本册了后，你家己嘛感觉讲哇，原来我也有这个技术，原来我也有这个天分。我感觉这足好耍的啊，真正就是伫厝里阁袂无聊安尼，嘿啊，找到另外一个兴趣。社区大学的学生嘛表示，来这上课，一本只想要来消磨时间，想要到对兴趣来出发，学家怎会当同在地来结合，阁会当出册行销地方，愈加愈有兴趣，嘛愈加愈自信。记者安修南投报道。
今年第二梯台湾台语认证考试要伫7月举办，即阵也已经开放报名。也因为今年3月开始，拢改做用电脑来考试。教育部就表示讲，若是这考生无惯势操作电脑的，也会当来申请线顶的模拟考试，提早来练习。即马参加台湾台语认证考试的人是不哩啊济。年初3月份的考试有超过14000人报名，今年第二梯出的考试按算7月份举办。为4月13到5月8开放报名。若今年3月认证考试头一届3更全面电脑化，教育部讲针对6岁以下也是65岁以上，无管是操作电脑的人，因会当申请特殊需求服务，嘛有提供线顶模拟试考，互学生有机会练习。教育部台湾台语语言能力认证，线顶模拟测验美卷。另外，学者是建议政府要提供具体诱因，尤其是经济甲升学管道做起，才会当吸引愈侪人来考试，嘛愈重视这个台语认证。升学的还是公务的考试，若是会当有小可加分，合理的加分，其实是有足大的这个鼓励作用，一定上线，已经咧食头路的公务员，伊若是有考过认证，而且伊在工作上佫会继续提，咧一直咧使用的，嘛应该爱有互伊即个定期的即个奖金。也若新竹县政府今年初嘛推出台语奖励计划，户口伫新竹县的民众甲学生，若通过初级以上的认证，就会使申请奖励金。那这次民政处特别的来推广，就是有关于台语认证的部分。我们也希望所有讲台语的朋友也能够寻根，然后跟着这个台语认证的这个学习的方式呢，能够找回妈妈的语言。新竹县政府讲，通过初级有1800块，中高级有3800块，若专业级上悬有12000块，都是要鼓励民众考认证讲台语，用台语做万行台。记者吴金阳、周君宏、志光台北报道。体段大车边来看一个中国举办的亚洲厨棒锦标赛，咱台湾敢若11岁选手叶子阳是摕到一块银牌。这毋但是台湾头一届骑上亚锦赛颁奖台，也是咱厨棒头一块锦标赛奖牌。提出银牌，笑眯眯11岁叶子阳展现辛苦精进的成果。伊即摆参加伫中国举行的亚洲厨棒锦标赛，伫介绍少年男子组比赛内底，动作真流利，完成整组动作了后，伊大声喊，展现超人的自信。他们中国队都比我们早几天去练，然后他们也都蛮强的，都比我大了。我都有摔倒，但是还是会练习，就是没有像预赛那时候那么紧张了。他说回来说他要帮我买一台 Switch 2。伊摕这个银牌，有那些台湾第一回骑起亚锦赛颁奖台纪录，阁是厨房史上第一面正式锦标赛奖牌。伊比战时阵常常跋倒，所愈练习愈有信心，比赛阁完成过去无做过动作。伊启蒙老师就是爸爸。我跟他讲说，我们以不受伤为主，然后做比较保险的招就好。如果想拼，那你就试啊。对，那时候呢，我传简讯跟他讲说，那你如果要做的话没关系，那请保护好自己。叶爸爸想起子阳5岁时阵，伊听厨师有番建议，互子阳透过生厨房训练脚感甲招式。子阳慢慢将厨房加做生活一部分。即摆除了子阳，也有其他少年选手参加比赛，也得到好成绩。台湾目前没有任何一座国家级的晚时场地，对我们这些公园赛的选手，其实是非常困难做训练，要训练都必须要出国。因为厨房运动已经连续3届加做奥运正式项目，即马叶子阳加做台湾职工家长拢希望政府应重视这项运动，建立正规的训练场地，推广台湾的厨房运动。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选手这几冬来，伫咧国际比赛替台湾争取到真好的成绩。风道基金会董事长林丰德决定，家己要来提钱出来发5000万的奖金给台湾的选手。咱的运动部长李永业表示讲，要将伊的金牌奖金全部拢捐出来。把奥运金牌的奖金新台币1000万元
野石链选手郭幸顺得到奥运奖金1000万，羽毛球选手王泽林、佮无胜具金牌林玉婷拢有1000万奖金。运动部长李勇因为公务在身无到现场，不过伊也伫面册发文表示，要甲1000万奖金全部捐予公益团体。佮讲一路以来有国家企业的栽培，才会当徛起奥运的颁奖台。如今佮较重视的是运动制度和环境，所以决定甲这笔奖金捐予社会佮较需要的所在。来，谢谢念青。弘道基金会董事长林弘道以基金会名义家己提钱出来，发2022年东京奥运和2024年巴黎奥运的奖金，金牌1000万，银牌200万，铜牌100万，拢总发出5000万。我一直很希望我们的体育能够在国际体坛上面站上 top 10%。台顶这台湾选手拢是替台湾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接落来要继续替亚运做准备，为家己、为国家争取好成绩。重点就是6月6号的这个亚运的决选，对，然后选上了就是亚运。之后自己可以再争取更多的好成绩，然后为国争光。那希望说在亚运前的比赛可以藉由很多比赛，然后去找寻到自己跟相姐更多的不足的地方，然后希望在亚运的时候有好的表现。弘道基金会在记者会上也表示，未来会计划对2026年开始会统一奖金的机制，内容包含奥运，各有各项的细竞赛，希望透过奖金来培养台湾的精英选手，做选手的靠山。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汽车的品牌 Toyota 对2017年就开始计划要创造甲人类同款会晓拍篮球的机器人，也因为即马有 AI， 这机器人是一直在进步，那投球是愈来愈准，会当做的动作嘛是愈来愈多，带大家做回来看卖。有名汽车品牌 Toyota 为2017年开始的风光想法，要创造出会当甲人同款投球的机器人 Q， 到即马已经是第7代，重点是伫提升机器人的动作控制能力。物理シミュレーター上でそれぞれ球を100体1000体置いて人間の1年分ぐらいを1分とかに凝縮することで時間と数をものすごいトレーニングを一瞬でできるこの技術を使って今までできなかった複雑な動き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す。那点点到篮 Q7 也个会当双脚跪地起身，呈现柔软度，更加会当洗叮当，超过甲手腕运球呈现灵活度。Q 机器人继续进化中，为第2代开始就会当伫无支持物的情况之下徛入。搁伫3分线换投篮，第3代是会当倒手接球，搁伫6点钟35分钟之内连续到2020个拿球，写落金氏世界纪录。另外第4代是会当掠球，一步一步突破机器技術的極限。汎用的にいろんなことをやろうとすると、全てのパターンを人間が想定しきれないですし、想定したものに対して複雑な動きができないので、その技術の限界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の限界を取り払う可能性のある技術として AI 技術が出てきましたので。Q7 的目标之一是伫球场实现更加精准的拿球命中率。虽然也毋是100%投入，但不过 Q6 是伫2024年创下机器人上远距离也都是24.55公尺投篮的金氏世界纪录。Q7 目前积极咧彩排，准备伫Toyota球队东京电击的中场表演出现。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伫新闻的最后，咱做回来关心国际头气象。北部地区22度至31度，中部地区21度至31度，南部地区21度至32度，东部地区23度至30度。还有外岛地区18度至28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